主后2022年12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有把握，夜正要有通收割。圣经诗篇126篇到127篇。上主带咱这个受领人转来锡安的时，咱亲像在眠梦。迄时，咱的嘴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。上主实在有为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干燥的地有溪水搁在流。老目屎也静止的，会出欢喜的声收割。老目屎带静止出去的，会带伊的袂困欢欢喜喜倒来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人就空空着磨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惊醒。恁早早起来，晚晚才困，拖磨趁食嘛无采工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伊互因好困。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，婴仔是伊的报赏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亲像勇士手中的箭。种地把肉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伫城门口甲对着争辩，拢袂抵到见效。上有把握，夜正要通收割。老目屎也静止的，会出欢喜的声收割。这是真侪基督徒喜爱的一节经文金句。毋过，你减捌甲我有共款质疑：老目屎也静止，甲出欢喜的声收割，敢有必然的因果关系？咱知影，种农作物的过程，天候甲环境的无确定的因素有真侪。有经验的农夫会讲，努力夜种是必要的，毋过是毋是通欢喜收割，就无法度肯定。若安尼，即句经文只是亲像言语，一分经文，一分修习，想要带互人鼓励若定是无？毋对，诗篇绝对毋是简单励志文学的名言佳句。中国圣徒求武之福教会牧师王仪提出一个用基督做中心的解说。伊指出，诗篇126篇第1到第3节的喜乐，甲第4节祈求之间有真大情绪的起落。当以色列受领的人回归的时，因喙哈哈笑，大声欢呼，讲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当因转来到耶路撒冷，生活若像搁拄着困境，所以搁祈祷，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干燥的地有溪水搁在流。即两种冲突的情绪，喜乐甲困境中的祈求，哪会连接做伙？这其实是旧约以色列历史的重复。早前，当以色列人互上帝拯救出来及，因欢欢喜喜；到旷野，因生活的困境并无减少，所以继续呼求主。相款的处境，伫数百年后搁一遍发生。当犹太国灭亡，人民受领去巴比伦，上帝也照着伊的应允，互伊的子民后来重新
回归耶路撒冷，做是回归倒来的人民生活要困难重重。这个重复的历史显示，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。若安尼，上帝完全的拯救伫时会出现咧。咱相信，都已经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啦。耶稣都正热心来到世间，甘愿互犹太人的公会掠走，搁为全人类的罪受死刑，总是上帝对阴间将耶稣投放。迄是人做眠梦也想袂到的，相信的人为这欢喜快乐，而且耶稣就是为咱流目屎也种子的主，伊所野出去的种子，就是真理的道。就算耶稣野出去的道，有诶互飞鸟食掉，有诶互日头晒焦，有诶互刺皮压制，毋过总是会有一寡落伫好土，落尾发芽、成长、结实，有诶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流目屎也种子的，会出欢喜的声收割。即句话已经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实现了。对农夫来讲，野种甲收割之间未必然有关联，就亲像后疫情时代，计划甲结果之间往往变化伤疯狂，就互人拢无所适。毋过，耶稣所野救恩的道，伫上帝国度必然丰收。默想，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互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。即句经文带互我有啥物启发，还是愿望？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。即句经文带互我啥物启发，还是愿望？咱来祈祷，为世间人做奇妙大事的天父上帝，求你互我甲圣神同工，野出救恩的种子，搁享受收割的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